这边灾害完之后，我们收容安置的一个状况。大概我们整个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地点在24号一直到36号这6栋，它6栋总共这边在户籍的人数落籍的人数大概有66户，总共有158人，66户158人。那么昨天我们到接受我们的安置，我们安置在这个青狮，还有在柯达这个旅馆那么接受安置的总共有25个里，总共有68个人。那么这个部分我们都来做一个妥适的一个安置。那么昨天也有在安置的这个住户里面，可能大概有这个70个人大概跟我们需要回来做这样的一个起步。那么我们大概也配合区公所还有同仁完成他们在就近起步的一些状况。那么后续我们区公所会继续在做这个有必要的持续的一个收容还有安置的一个安排。6栋现在正在进行在做一个确定那等到我们这个整个6栋确定安全以后，那么住户要回来的时候，这是他的一个回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的参考。那么如果在这段时间里面没有办法，我们施工的过程还在进行，安全有顾虑的时候那么这个我们区公所会持续来进行我们的居民安置。对于我们住户的这个死于的这个费用的部分我们是由这个目前由事务来做一些处理。那么在过程当中有一些需要急难的来做纾困救助的，那么我们昨天我们的区公所暂时每一户大概发予每一户5000元来做暂时的一个